兄弟姊妹平安，咱这是来唱圣诗，圣诗315首，圣诗315首，天父恩典真正大。121首，圣诗第121首，上帝疼痛赢过一切。咱来唱第1节甲第2节。 兄弟呀，他呀为你成的电话的光落地，求你将我比你亲爱，出你电话的爱，入住你心中。
各位兄弟平安，平安平安，拢是上帝所拣选的囝儿，咱做伙来敬拜上帝，请走吧。
在甲恁讲，福音无论传到全世界啥物所在，人拢会讲起即个有灵人所做的代志，来纪念伊。我来唱圣诗，学到上帝。圣诗315首，天父恩典真正大，日日地因带，咱唱2遍，请起立。阮三听，因为神先听我，阮会因为你的听，因为你的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亲爱的天父，求你使阮力量，互阮有仰望，叫阮无伫个患难中来失志。求你医治阮中间有软弱的人、伤心的人、甲病痛的人，拢会当得到你的医治。亲爱的天父啊，因为伫遮这个时阵，也要诚做阮的帮助，阮无惊吓，心灵拢有你同在甲平安。阮每一个人拢要彼此相听，互相关怀，常常祈祷甲感谢。愿祈祷感谢，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大家有缘听者，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17女玛利亚出世，伊本着彼拉多人来受苦，历史的信来做恢复，第三日对死人中活上天。他这里专人的爬上帝的大名，要对遐倒来审判活人甲死人。
李应文第11篇，对得到下面对外得到撤销。上主无算伊的罪，搁心无干杂。我若点点毋认罪，你的手明日当当刑罚我。我有对你排列我的罪，我一定要对上主承认我的过失。安尼，眼神的人会通找到你的时，拢着对你祈祷。你是我上必的所在，会庇佑我脱离艰苦。我要教示你，这是你应该行的路。毋通亲像马驢无知识。歹人会受真侪痛苦。伊人啊，恁着因为上主来欢喜快乐。咱做伙来共修上帝话，记载伫圣经路加福音7章36节到50节。有一个法利赛派的人请耶稣食饭，耶稣讲，耶稣就入去迄个法利赛人的厝坐倒食饭。迄个城内有一个有罪的妇人人。伊知影耶稣伫迄个法利赛人的厝咧食饭，就带一块放香油的吉瓶来，伊徛伫耶稣的后边，踮伊的骹伫哭，目屎滴落伊的骹，就用家己的头毛甲拭。佮直直浸伊的骹，用香油甲抹。请耶稣迄个法利赛人一眼看到，心内想：即个人若是先知，一定会知伊甲伊蒙的人是啥，是啥物款的查某人，因为伊是罪人。耶稣就对伊讲。西门，我有话要甲你讲。西门讲，老师，请讲。耶稣就讲，有2个人对一个债主借钱，一个欠伊500个银仔，了一个欠伊50。因无法度还，债主就撤销因的债。安尼，倒一个会较疼债主？西门应讲，我想是债受撤销较济迄个。耶稣甲伊讲，你的判断真对。然后耶稣回头妇人人对西门讲，你有看到即个妇人人无？我入你的厝，伊无用水甲我洗骹。毋过伊用目屎滴落我的骹，佮用伊的头毛拭。伊无甲我浸，我入来了后，伊直直浸我的骹。伊无用油抹我的头壳，佮伊用香油抹我的骹。所以我甲你讲，伊疼较济。可是
真济罪过已经有得到赦免，得到赦免较少，兄少。耶稣就甲妇人讲，伊的罪得到赦免啦。人道，遮个人心内想，即个到底是啥物人？伊竟然赦免人的罪。耶稣即个妇人讲，伊的信心有救你平安转去。愿上帝赐福咱大家平安。公园教会圣歌队要来感谢俄主，今日要所唱的歌是《唯有基督》。
看者是讲道的时间，阮长热金君牧师今仔日所要讲的题目是恩典的路。咱同心来祈祷，恩典的主，感谢你，搁互阮一摆三角主旨伫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阮求你的信心，让阮每一位兄姐三角伫地，进入到阮每一个人的心，开阔阮的心，开阔阮的耳孔，互阮透过今仔日的故事，甲认捌你，嘛甲你相拄。倒是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为兄姐平安。今仔日是妇女事工纪念主日，会使帮我放一个 PPT， 讲到的 PPT。这个主日是总会伫差不多是22年前有设立3月第1个主日，加做妇女事工纪念主日。但是今仔日是第2个主日嘛。因为今仔日是较接近迄个3月8号，大家敢知影3月8号是啥物节气？38妇女节对，但是这毋是甲台湾的，是全世界拢是一个国际妇女节。以前我细汉的时阵想讲，这应该是台湾特有的，但是后来才发现，因为我本来认为是因为这个3月8号这个关系，但是后来才发现，这是全世界拢是3月8号是。一个国际妇女节，对19世纪以来，就是有真侪妇女为着要争取甲男性一般就是有迄投票权、参政权、工作权以及拒绝歧视，所以对19世纪以来，伫每一年的3月8号，拢有游行来争取女性的权利。所以后来呢，这个3月8号就成做一个国际的妇女节，来反对无合理的工作环境，来要求做工课的时间变少，下悬劳工的报酬。所以，逐年来这个3月8号就成做一个纪念女性争取权利的节气。所以总会伫咧1995年的时阵，伊就开会通过，希望教会会每3月第1个主日加做妇女事工纪念主日，来感谢教会的妇女对教会、对社会所做的一切，也来纪念妇女伫即个社会中所争取的。也希望透过即个妇女事工纪念主日，以一个女性来做主体，来礼拜，来唤起大家会友对女性更加认捌。咱看到，这个妇女团体有3个目标。第1个目标就是帮助妇女活出生命的尊严，发挥上帝予因所赐的恩赐甲才能，也培养教会女性伫逐所在、伫逐个团体事工的推动，也希望以实际行动来关心教会内面、外口肉体肢体互相加做大道扶持。所以，妇女团体就是这3个目标。咱会使看到咱的妇女团体，我拢会甲别人讲，其实阮教会有3个妇女的团体。第1个就是妇女团体，阮会传讲、聚餐，嘛有关心家庭探访，然后阁有每一年的圣诞节会去仙乐园、老人院来关心因，阁有踏青献诗。咱除了有妇女团体以外，咱阁有一个10岁小组。左边这张相片是2015年去的，右边这是2020年照的。10岁小组因的聚会就是早起分享大道，阁做伙食饭。咱看到除了这2个小组，咱阁有一个妈妈宝贝，伫咧拜路，每个礼拜5早上的10点。然后等者咱报告的时阵，伊有做一个影片，咱等者会使做阵来分享。除了这3个妇女的团体以外，教会阁有一个隐藏版的，就是无写伫咧周报的。
每个礼拜二晚上，除了有弟兄祷告会，也有姐妹祷告会。真欢迎大家女性来参加遮个团契。若是你因为时间的问题无法度参加遮个女性的团契，嘛会使参加其他的团契。所以总会就毋嘛有一个每一年的3月有一个主日来纪念妇女事工纪念主日。所以今仔日我嘛要讲一个妇女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伊伫圣经内面伊无名。咱会使看到，圣经是讲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甲伊食饭。伫当时的即个文化中，食饭是真重要的代志，因为食饭毋若是团契安尼生活尔，食饭阁有一个上重要的用意，就是商业联谊安尼。所以一群人做阵食饭是一种毋是普通的代志，是一个特别的聚会。咱会使看到，当因做阵聚会的时阵，法利赛人邀请即位新拉比，也就是耶稣。因想要知影耶稣到底咧讲啥物，因想要更加认捌即个信仰，因为因知耶稣是当时造成震人的惊吓。但是法利赛人西门，伊想要更加了解即个信仰，所以伊邀请耶稣来做伙食饭。耶稣受邀请，和当地的知识分子做伙食饭，因做阵咧讨论有兴趣的议题，也毋茫对即个信仰有更较深的熟悉。咱拢知影，法利赛人中有真侪无共款的立场，大部分咱可能认为因较保守，但是即个西门可能是较开放的，因为伊愿意邀请耶稣来到因兜食饭，而且伊愿意伊可能已经准备好，要互耶稣一解解说一机会，互伊一解更较认捌耶稣所讲的话。所以伫当时，伊就伫即个气氛中，伊邀请耶稣来食饭，来做阵讨论即个信仰。伫即个文化中间，耶稣是当时是有名的人，所以当西门邀请耶稣食饭的时阵，其实西门是一个主人，伊会得到荣光，因为伊邀请有受乡亲尊重的人做伙食饭。但是即个场所嘛是开放的，所有人无受邀请的人，嘛会使来做伙食饭。咱会使看到一个查某人，忽然间撞入来。即个故事讲，伊是成年的查某人，妇人人，所以代表伊毋是这厝的妇人人。而经文阁有讲到，伊是互即个社会认定的罪人。但是伊到底犯了啥物罪？圣经并无交代伊到底犯了啥物罪，只有讲伊是一个罪人。但是当时即个罪人，甲咱认为的罪人可能无共款。即个罪人，比如讲伫当时的文化，一个妇人人家己一个人去 shopping， 可能就是有罪啊，就是互人认为是无清气的安尼。所以，即个罪人甲咱想象的无共款，但是圣经并无交代伊到底犯了啥物罪。但是，即个罪人是互咱了解，伊是受当时的社会所排斥的。咱知影，受社会的排斥是一种恐怖的溃烂。所以，即个女性，即个查某人，伊的身份非常的卑微。即个卑微可能造成伊心内有真侪自卑、真侪压力。伊可能嘛为自己筑了一道墙来保护家己，安尼伊就袂阁受伤害。但是，咱会使看到经文讲，伊可能有听到耶稣过去的种种，伊听到耶稣要去法利赛人遐食饭，所以伊就准备好一罐缀满香油的玉瓶来，伊准备好。我毋知影伊伫迄个文化中间，到底是对倒来的勇气，阁有强烈的动机。但是咱知影伊已经准备好，因为伊带一个充满芳油的香膏来遇见耶稣。但是伫迄个当时，迄个文化，伊若是一个
有罪的人，伊要入去到遮个人做伙食饭，也是做伙创啥，其实是有困难的。但是伊既然会使徛伫耶稣的后壁，搁伫伊的骹边，咱可能想讲，伊到底是安怎到耶稣的骹边？伊是秘伫咧桌仔下骹吗？可能毋是，因为伫当时的文化，因是咧碰伊咧食饭，就是因是当时的文化，伊的晚宴可能是围绕矮桌进行的，所以耶稣可能坐伫碰椅内面，就碰椅顶面安尼，伊的骹就伸得出来。即个时阵就有一个机会，互即个女性会使用上卑微的姿势，甲上宝贵的目屎、泡沫来拭干、来抹耶稣的骹。所以咱看到遮，伊的目屎滴伫咧耶稣的骹。咱看到遮，目屎会使滴伫咧耶稣的骹，可能流真济目屎。所以即个妇人人毋是偷偷咧哭，是真正咧大哭。所以目屎会甲咱讲，伊可能捌发生一寡代志，但是伊为虾米在哭呢？是为着要感恩吗？还是为着悲伤？还是惊吓？还是伊经历伊身受真济苦难？伊可能身受真济重担，心灵真孤单，也有可能伊受着下面的稳定，所以来感恩。但是也有可能伊已经经历上帝的疼甲接纳，所以伊知影耶稣的疼是有气力的，所以伊来到耶稣的面前大哭。咱知伫当时的文化，即种状况是违反当时的社会，会互在场的人感觉真袂爽快，会互在场的人感觉真疑惑，即个查某人到底是咧做啥物？可能伫咱即摆的文化嘛是共款，咱会使想象，咱若去会友的厝内面探访的时阵，一入去的时阵，有一个人，用伊的泡沫甲咱拭咱的骹，可能咱嘛会感觉怪怪。所以是当时嘛共款是安尼，非常奇怪。但是咱会使看到耶稣无任何的谴责，他没有任何的谴责。这个故事煞继续讲，真趣味的是，西门就家己对家己讲，耶稣，伊认为耶稣毋知影这个人是啥物人。西门心内想讲，这个人若是先知，一定会知影是谁甲伊蒙的。所以西门认为讲，伊可能找着答案，安尼耶稣就毋是先知，因为耶稣接纳一个法利赛人认为是有罪的人，所以西门认为讲耶稣毋是先知。但是耶稣透过一个比喻，甲西门讲，伊可能误解了。耶稣讲，有两个人拢欠一个债主借钱，一个借500，一个借50个。当时呢，一个银两就拿因一工的工资，所以500个硬币就拿1年半的薪水差不多。但是这两个人拢无通还，拢无法度还，债主就撤销因的债，安尼倒一个甲拆债主。西门知影伫即个交易的世界中，债务若愈大，得到的稳定感恩就愈大。西门嘛享受即个安全感，就是享受伫即个尊荣内面。但是伊煞因为安尼的关系，伊无即个赦免亏欠的心，无即个怜悯的心，所以耶稣就用即个故事来讲，西门嘛有可能是即个欠债人，因为伫即两个故事内面，即两个人拢欠债，即两个人拢无法度还，无通还。但是伫当时，即个就
就是债主主动取消两个人欠债的人，是当时的社会是无可能发生的代志。但是上帝嘛毋是即个罗马世界的债主，即个比喻是讲用即个债主的行为来显现上帝伊无条件的疼甲赦免。即个比喻讲的是两个人拢无法度同还钱，但是上帝的恩典甲赦免所有的人，耶稣毋望西门嘛发现家己需要怜悯，因为法利赛人伊并无注意到，若是无恩典的制度，因共款是受罗马帝国权力的压迫，所以耶稣提起西门需要较侪怜悯，同时也是对即个交易的价值提出挑战。咱知影交易的价值就是，你若为我做啥物，我就为你做啥物。但是这毋是恩典，恩典是无任何的条件，所有的人拢受赦免，所有的人拢受讨报。可能有一寡人会感觉无公平，因为有一寡人欠债欠较济，但是上帝的恩典赦免讨报所有的人。咱看到即个故事，当耶稣讲完即个比喻了后，耶稣回头即个妇人人，咱会使看到耶稣回头即个妇人人，但是是对西门讲：你有看到即个妇人人无？耶稣伊听的，耶稣被这个女人的行动所感动了。伊对西门讲话，但是是以即个女性做主体。伊讲，耶稣是在挑战法利赛人即个受压迫的结果，但是耶稣另外一个方面是称赞即个女性的价值，对伊勇敢的行为的肯定，佮一步一步来建立即个女人的主体性。咱看到耶稣对西门讲：我离去你的厝，我来到恁兜做人客，你无用水甲我洗骹，你无甲我洗针，你无用油抹我的头壳。但是即个女性拢做啊。耶稣是咧肯定即个女性，但是耶稣嘛毋是咧讲西门做了毋对，耶稣是望西门的行为会使更较有礼貌，更较有热情，更较尊重耶稣。耶稣讲即句话的时阵，可能西门会感到有点尴尬，因为耶稣说他待客有点不周到。但是伊相时嘛，一步一步咧讨帮即个卑微的女性，伊煞只，伊向所有的人宣布，伊的罪已经得到赦免。我想这毋若是心灵宗教的面向，也一定有社会的面向，也就是恢复人性。当耶稣对这个女性讲：“你的信心已经救你啊，平安回去。”耶稣的意思是讲，这个社区要重新看待这个女性，并恢复这个女性伫社群的地位。因为西门认为伊是一个罪人，罪人是受当时社会所排斥的。但是耶稣望咱重新来看待这个身份，并恢复这个女性伫社群的地位。耶稣互这个女性有开朗。这个故事中，这个女性对社会的边缘的角色，反而以心灵的渴慕、寻求释放的行动，成为信心的榜样。以后上帝的疼所拥抱，伊经历上帝的疼，很像是经历了一场奇妙的心灵飨宴。咱做伙来想，伫这个故事中间，这个妇人人的目屎滴伫咧耶稣的脚。伊可能伫当时的社会受真济伤害，但是耶稣接纳伊。咱来想看觅，今仔日
可以帮我放到下一张吗？好，今仔日咱的社会讲是这个女性，这个故事中，圣经这个故事中，到底这个女性是啥？其实嘛无人知，但是伫过去差不多有1000多年被误解了，人认为这个女性可能是妓女，因为认为讲，这个经文继续有写着是，后来有写着在路加福音的第8章有写着讲一个抹大拉的玛利亚，然后写着讲耶稣医好一个七个鬼的女性安尼，所以伫过去有人就认为讲，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可能是妓女。但是伫咧几年前，这个研究慢慢才发现，抹大拉的玛利亚伊无可能是妓女，因为抹大拉是一个当时的所在，会使叫迄个所在的女性，代表伊是真有钱的女性，亲像咱若讲一个新竹的女人一样，就是一个有地位的人。所以抹大拉玛利亚嘛是一个有地位的人，而且。若是约翰福音记载，抹大拉玛利亚是第一个看到，伫约翰福音内面，伊是第一个看到耶稣国外的女性。所以后来又更加入捌即个圣经了后，更加有真侪研究，阁有一个考古学家就发现讲，即个女性，毋是有罪，就是讲伊毋是一个妓女。嘛，无一定是抹大拉的玛利亚，但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在几年前，她被平反。来，更加入捌即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因为伫别个福音书有记载，伊嘛有抹耶稣，就是也有高抹耶稣的脚，所以伫别个福音书有记载讲，即个抹大拉玛利亚，她是一个流眼泪的就是使徒。后来天主教就把伊改变。来接受伊，加做第14个人类使徒，就是为着要互伊一个女性的名声来平反。所以咱看到即个路加福音，伊继续写着的是耶稣甲伊的门徒做伙去传福音，但是阁有真侪女性，当时阁有真侪女性也参与伫即个传福音的所在，所以咱看到。古早迄个时阵，真侪女性着和耶稣做伙，也是做真好的工。但是伫即个故事内面，伫过去常常互人认为，即个女性可能是一个妓女。但是今仔日，即个圣经并无记载讲伊是啥物人，有犯啥物罪，伊无记载。咱知影的就是。即个女性，伊的目屎滴伫咧耶稣的骹，所以即个目屎，甲咱讲，即个女性身担真侪重担，发生过去一定有发生真侪代志，可能是咱无法度理解的。伊个卑微的身份，伊做真侪代志来表现出即个伊真卑微的身份，所以伊已经亲受真侪。重担，安尼，耶稣伫即个故事中被讨报即个女性，安尼咱做伙来思考，安尼今仔日怎是即个女性？最近有一部电影就有名的，82年生的金智恩，这部电影是对韩国小说来改编的，伊是讲到现代女性所拄着的生活的困境。即个30几岁的查某人，伊对细汉的时阵，到伊读册，到伊工作，伊一路行来经历真侪无平等。伊自出生的时阵，伊的姐姐甲伊出生了后，伊的妈妈阁生一个查某囡仔，结果伊的妈妈爱甲伊的婆婆道歉。伊在读册的时阵，做学生的时阵被性骚扰。老师甲伊讲，男孩就是喜欢这样对待女孩。伊的爸爸甲伊讲，
裙子不要穿太短。开始工作了后，伊发现真侪社会的规矩拢是性别不平等，所以伫即个故事中，伊是一个30几岁的女性，已经嫁做一个家庭主妇。但是伊为着要嫁做一个家庭主妇了后，伊放下真侪代志，伊想要做的代志。但是伊虽然甲伊所意爱的查甫人结婚了后，嫁做一个家庭主妇，却受到真侪人的嘲笑。韩国被称为妈丑，就是韩国称家庭主妇为妈丑。咱会使看到，这是一个韩国的女性所面对的困境。伫咱的台湾可能较好，但是嘛有真侪女性伫过去嘛是生活伫即个女性不平权的世界的气氛中间、的文化中间，所以女性伫过去可能经历真侪苦难、真侪动荡。安尼今仔日上帝照即个故事，也所讨访所有的妇女人、所有的查某人。而今仔日咱做伙来思考，今仔日像是即个女性，咱若对女性愈来愈熟悉，就是像当时的文化共款，也是对即个啥物是有罪的人愈来愈熟悉，咱就袂遐尼惊遐。比如讲以前，咱还袂入麻风病患的时阵，咱可能真惊遐，认为这会传染互人。但是后来咱入即个病，我知影伊是袂迄种传染。但是古早圣经内面嘛是共款的，因对真侪代志因无入捌，因就认为有皮肤病就是有罪人，一直伊的文化肯定的。所以咱若对所有受伤的人愈来愈入捌的时阵，咱就会知，咱就会讨访咱家己。亲像即个故事，耶稣是接纳所有的人。安尼今仔日即个女性是啥物人？最近阁有一个名，真有名，叫做唐凤。若是照古早的较过去的台湾，可能嘛是认为伊是一个有罪的人。但是咱对即个唐凤，伊的就是伊的特别，伊的看性别愈来愈入捌的时阵，咱就有法就愈来愈接纳即种甲咱无共款的人。就像即个故事内面，伊互当时的社会所排斥，互受到社会的隔绝，行做一个溃扰，互伊感觉真卑微。但是耶稣来是要讨访所有的人。咱看到即个故事中，即个查某自头到尾拢无声音，可能所有的话拢伫即个目屎内面。但是耶稣肯定即个女性，耶稣要来弥补她的伤害，重建受伤者的信心。即个故事中，咱看到西门，伊质疑耶稣是毋是先知，无好好啊款待。但是受社会认定的罪人，以卑微、真诚的行为来感动耶稣，得到耶稣上大的懊恼。可能咱就亲像即个故事中的西门，也是同济道的人客共款，受到即个交易价值的限制，来质疑耶稣医治甲赦免的能力。但是即个故事，咱看到西门无啥物回应，只是邀请咱每一位兄姐来回应。咱拢是即个故事的演员，咱嘛会经历真侪动荡，经历真侪困境的时阵，真侪伤心的时阵。但是耶稣是咱受伤者的朋友，伊的恩典会互咱得到讨望，互咱有新的气力来生活。伫即个节期，是浴苦节，也是大斋节期、四旬期，是咱甲上帝、咱甲咱家己，以及咱甲其他人关心关系变化的开始，来找求一个自由、新起点的时刻。
耶稣讨访即个富人人，耶稣嘛共款讨访西门，要互伊的心开阔。望耶稣今仔日嘛，下面讨访咱每一个人，咱三甲来祈祷。请阮的主，阮也有真济目屎，亲像即个富人人，可能无人了解，也可能因为即个文化，互阮亲受真济重担。主啊，阮求你的恩典来讨访阮每一个人，将阮的重担、阮的艰苦，交代伫主你的面前。主你要赐予阮自由，即个新的开始，阮重新来思考，阮甲你、阮甲人、阮甲阮家己的关系。阮求主你的疼，进入到阮每一个人，互阮得到真实的讨访。伊倒是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做伙来唱回应的诗歌，圣诗121首，上帝疼痛赢过一切，天顶欢喜降落地，由你永远伫离心内显出你极大仁爱。咱唱全首，请起立。我们来过现圣餐，咱为献诗164首。把咱的心领受圣餐，透过圣餐来默想，主耶稣基督的疼，为咱的接纳。
设立先生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上有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互人买迄一年有提饼，就是来背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听安尼来记录我。了后，也咧旁边讲，这个杯是需要为我的杯设立的，既然恁要是着听安尼来记录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跟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用主耶稣基督互人买迄一面无提饼祝谢，所以咱以伊的名照以何样来先来感谢上帝，来甲来祈祷。所以有阮设立即个杯甲饼，表明主耶稣基督伊为阮死。伫十字架顶，伊完成救赎。你的身躯为着阮拍破，你的宝血为着阮流出。伫你是日记以前，有已经表明你认同、你接纳、你卑微来到这个世界，甲所有谦卑、透过人聚会。主啊，透过今日的信息，我知你怎样来接纳阮卑微人。甚至有罪人，忧伤痛过人，主啊，所以我来到你面前，带着阮的无完全，带着阮做这罪做唔到，做唔到，无够完全来到你面前的时阵，还知阮的失策，还知阮的不足，还知阮的罪恶中间，你的宝血拢洗净，落去抵量阮的罪。透过你的杯甲饼，我领受时阵，就知你已经听我接纳我，所以我就保当来到你的面前，毋是靠家己，乃是靠着主耶稣基督你的宝血完成救恩，归新的路，阮当来到上帝面前。主啊，阮保当进前，领受对这个杯甲饼，表明阮已经上你。主你听我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主耶稣基督互人买迄一面有提饼祝谢。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听安尼来记录我。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听安尼来记录我。伫咱领受圣餐的时阵，咱若已经有受洗礼，无论伫啥物所在受洗礼，啥物教会，咱拢有当来领受，咱有受洗礼，咱就要而且领受。有一天，咱领受这个杯甲饼，咱伫主的名内底，咱会当去这个杯甲饼。因为这个武汉肺炎的关系，所以今日咱红饼的时阵，咱咧请这个牛肉铁饼回来。所以咱双手，咱才叫饼来，咱就是其他的饼，所以咱所在地方都这样清楚，所以咱可以这个6、7个才比赛。
高老的。高老要给。这个过到边啊，就思考过到边的意义。来透过今日的信息，这个主要所祈祷，也先顾为咱好，约会，我就上帝同意。多大进前来到伊面前，那是属于伊，是业背时。这是主要所祈祷的身躯为着咱拍破，咱就惊安尼来纪念伊，请三大来领事。主要所讲，这个过是神用伫我的会所设立的。因既然你要是，就惊安尼来纪念我。
个过时信用，是咱主耶稣基督的话设立的。既然你就是就经安尼来记录伊三甲年了事。因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咱众人三甲平安。所以阮叫你啊受即个杯甲饼，就知伫即个杯甲饼所表的意义，伊就是伫隔天为阮受伤流出苦血，完成基督。阮有份伫你的疼，有份伫你的救赎。阮的心灵都记住，主也会健在，看伊伫行的路程中间，有你手术阮的几力，我是属于你，无论伫什么所在，你拢甲我相伴。主啊，我是属于你的百姓，后做即个八角饼，阮亲戚大勇敢信心讲，无论是伫什种状况中间，主啊。你甲我三甲同在，听阮保守阮，固守阮对的平安。主啊，即个八角饼坚固阮的信心，也鼓励阮伫你的天内面，得到快乐，面对你。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啊，大家来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愿上帝予阮行在大方方事，
用心的去关怀，阮甘心乐，献上阮的文书才能来服侍你，嘛献上阮的金钱，做你圣工的路程，来表达阮的感恩，尊荣你的圣名，愿你甲咱，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这是咱要来鼓励小佩瑜姊妹的就任，咱伫联合会中间，咱就补选伊真侪咱的职事，所以咱来鼓励伊就设立小佩瑜要到这个所在。是小会奉爸囝姓氏的名，负责要来设立吴佩如做教会职事。伊所教会有设立这个人来办理教会事务，若叫人来协助牧师甲长老，互因专心侍奉上帝的话甲圣礼典。吴佩如，伊当要领受职事的责任，你有确信这是上帝调命啊无？你愿意做高分教会职事，就爱忠诚尽职，协助牧师甲长老来归荣光上帝。伊的教会，你要要安尼行啊无？教会头是耶稣基督，教会中独独伊做主。就既若关系教会事务，由我靠伊来生活，你要要安尼行啊无？已经行好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甲规则啊无？这是请起立，会长请起立。恁已经竞选吴佩如来做恁的职事，你有诚实欢喜接纳伊也无？有。伊替恁办理教会事，恁也敬重因，听他因，替因祈祷，恁要袂安尼行啊无？关系保持教会特殊，彼此有失错，应该通知互小会说法，毋通四界报用，以告妨害教会大局，恁要要安尼行啊无？大家来祈祷，主耶稣基督，你竞选中间，如你看中佩瑜伫你的面前忠心的服侍。有你透过正当的选举来竞选你，成做伊的良心的路幕。假如过去伊忠心服侍你，现在伊继续伫担任职事的职务中间来服侍。你互伊的这种的职务就是互伊更较用重的一个任务职务，带帮助你透过圣心，互伊会当伫这份中间来尽伊的开力。在愿意的心的时阵，你也手术互伊开力，当集中伫即个职份，来诚做伫教会帮助，有诚做伫主日学或伫教会事务中间建立帮助，帮助你忠诚尽职，互伊享受主耶稣基督你用同在手术互伊开力，在中间集中服侍你的时阵，会当体会上帝你甲伊三合同在，互伊伫即个职务中间。会当领受主你有着互伊的福分，伊到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共同会小会官员，设立你做共同会的职事，带通知政会有在，这个职分是照规矩交代你。你受设立做职事，协助牧师甲长老。要存清气的良心来办理教会事务，互上帝名得到荣光。免，谢谢。这是咱请咱长老来接纳。
迄伊拢伫咱中间大汉啦吼，对细汉时阵伫咱遮中大，然后一直少年到现在拢伫助理中间考试，所以呢，很感谢上帝吼，互伊伫即个职务中间来继续担任要大大一个职务。咱拍鼓啊吼。这个碰触一下啊，用手镯，什么都安尼。相对最后现在咱有这个戏这个疫情的中间所以咱有真侪这个事务呢，其实拢有一寡调整吼。所以无论是中会还是总会呢，咱有真侪这个活动伫这个差不多4、5个月中间，拢有这个延期，还是已经取消。所以4月伫咱教会中间本来有闹一个。东区的这个受难节拜五受难节的联合现场礼拜已经取消，所以有真侪这个聚会呢，拢安尼连续看这个疫情的情形来做一个调整所以另外伫姊妹中间嘛是共款咱有这个配合有即种这个条件所以若是讲出国特别你去的所在呢是安尼。非常严重的所在，咱大家就爱自主隔离，自健康隔离你来感觉讲成本真无好势，我感觉发烧啦真无爽快，也是讲有安尼扫啦、流鼻水啥物即咱就尽量咱伫厝歇困一个来到咱教会中间，也是需要你戴口罩，所以伫即个特别的一个时期中间，咱都要上帝来保守咱，伫咱教会内面。是咱个人的家庭中间有上帝来使用同在。当然，咱引起到这个观光的地区这个所在，尽量较歹出外。要出外的时阵咱判断这个情是讲无好的时阵，口罩有我无收。当然，伫韩国教会中间，我感觉讲，你着尽量来上帝来保守啦叫病嘛甲你医治啦像咱无这个观念，所以咱无互。就无安尼试验主，咱无互咱家己陷入即个危险的地界中间，所以咱尽量伫咱生活中间，咱避免这变，而且疫情这变化来移动。咱为着咱台湾的感谢，是嘛爱特别为着全世界这疫情的整个发展前来团结尽量咱住伫厝中间，照料这个事。当然有真济时阵，咱看到这个客人报道讲。咱真老咱台湾人真无想，我想这是真值得感恩，是咱的心嘛纪念伫全世界人一个所在。咱看新闻是迄个天主教的教宗，甲两个秘书嘛是拢有一个武汉肺炎，这是意在中间，所以这无分啥物边处，也无分到啥物国籍，也无分到啥物宗教信仰。所以咱无试探主保守咱家己，免即个危险的内面来看过咱。今仔日是妇女事工特别的礼拜，所以咱今日加即个大祷咱即摆来唱圣诗347首，因即个有5节，因时间的关系，咱唱第1节到第2节就好，请起立。Amen.
耶稣，你是阮的倚靠，你是阮的救主。伫即个有着妇女来设立的主日，求你听阮的恳求的声，你帮助阮，无论是做老母的，是做祖囝，无论是家庭主妇，也是有咧食头路的，拢会当照着家己的本分认真来过日子，也用主所赏赐的恩赐，互阮好款待阮身躯边的人。你教示阮，逐日拢用感恩的心来算上帝的恩典，互阮无看家己做无功，只有学习主的款式，日日进步。主啊，信用这条路，阮真意爱有伴来三角行。主帮助阮会当找到一个好适合阮的团契，也是小组，阮伫内底会当互相扶持、互相交陪，做伙读圣经，也做伙做上帝的工。主啊，这个世界有真侪的妇女，也是细囝，无得到好好的款待。有主看起因的目屎，听因的恳求的声，牵因的手行勇敢、阁有智慧的道路。为因得胜，搁得胜，一直到主你的旨意伫正，第二亲像伫天呢。阮伫遮特别为着宣会节、甲爆发节来恳求，日白疼中求主医治。感谢主听阮的恳求，感谢主赏赐我五万，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较济。报告，刚咱掀开主报第2页。时间关我简单报告吼。较天啊，12点半要召开中执会，请中执出席。第4点，进度有寡课程吼。这个拜三，一个课程是学习比经验较重要，欢迎大家参加。过来是婚姻的保养读书会，这写了无啥正确吼，应该是有特别的日期，上早是后礼拜。3月15下晡，就是伫迄个1点到2点半伫7楼吼。我讲有8次，3月15、3月29、4月12、4月26、5月17、5月31、6月14、7月5号。后礼拜就会当更正吼，麻烦这个办公室把它更正。上紧是后礼拜1点到2点半的时间，好来。这礼拜是有祈祷会，欢迎大家参加。第6点，需要奉献证明的人，会使伫1楼还是8楼的招待所在签名。第7点，阁有出我今年的日帖、月帖，使大家做伙来摕吼，免客气。第8点，因为这个戏验的代志有足侪爱注意的代志，所以拢有搭伫教会大家楼，请大家来详细看。特别是电推的时阵吼，莫用手头去试，吼，我是要用力啊，是用锁匙试来试，甲保护家己的安全。好，来看具体的消息。咱的文理长老甲秀蕊姐吼，上帝阁赏赐一个金孙哦，感谢俄罗主。有2个姊妹伫破病中间，请大家来代祷。阁女主席啊，伊3月13开始有新的课程，无论是要关心家己的健康，还是要来查考圣经，拢有真好的学习。要参加的人，请到春菊执事报名。春菊执事，你举手一下，要报名找伊报名吼。好来，上尾1点，新竹中会有寡课程要教咱安怎来查经，安怎来讲道，欢迎大家踊跃参加。以上，阁有无需要补充无？咱今日本来有迄个小雨洗礼吼，因为爸爸妈妈有感觉烦恼即个疫情中间吼，因为囡仔还阁真细汉，所以吼尽量无去空间，迄个公共空间安尼啦吼，所以即个洗礼是今年然后，咱后一次洗礼时间是迄个国外节时阵吼，所以兄弟姊妹若即个平凡心吼，咱当伫迄个所在来洗礼。迄个咱的课程3月21到5月30这课程。拢是咧请来请有名的老师，所以这中间有一个孙宝林牧师，甲这个蔡志文，这个牧师即摆是现在伊的议长，孙宝林牧师呢，即也是总有名的一个教授所以呢，这真是难得的机会，个人咱也是亲自来参加。咱来唱齐庆祝福的诗歌，圣诗402首，大家请起立。
到圣神上帝恩典，人民甲平安，甲咱众人三到天地，一条一到永远。阿门。先我对李班李谢。